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持續深化。惠州新動力作為兩地核心交流平台，喺香港特區政府民青局、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同埋惠州市海外聯誼會嘅支持底下，我哋緊扣增長了解、培育人才、促進融合嘅宗旨，交出數據亮眼、成效紮實嘅年度成績單。喺青年內地實習同埋交流領域，惠州新動力積極落實民青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同埋民青局青年內地實習計劃，依託動力啟航、大灣區創未來兩大品牌活動，全年組織300多個香港大學生深入內地職場開展實踐。與此同時，聯動各園區新動力持續擴大交流半徑，全年組織超過3000名香港青年走進內地，沉浸式體驗客家文化，參觀紅色景點同埋環保科技園區，近距離感受中國製造嘅產業優勢同埋國家發展脈搏。除此之外，我哋亦組織咗過百名內地青年回訪香港，帶領團隊走訪香港多間院校，深入了解當地嘅高等教育同埋職業教育特色，並走訪國家安全展覽廳，實現教育考察同埋文化體驗並重，同香港青年同埋社群多元互動，進一步鞏固咗惠港兩地青年之間嘅友誼同埋合作嘅橋樑。同時喺多項重點培育項目上，我哋積極支持特區政府嘅工作，協助籌備東江水供港60週年廣東省思源之旅，組織80多個香港青年遠赴惠州考察東江流域同埋水質監控中心，深刻體會跨地域協作嘅深厚情誼。惠州新動力亦協辦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暨港澳青少年進軍營系列活動嘅啟動儀式，帶領200名大學生參與，有效增強其國防觀念。2026年，惠州新動力規劃更具格局嘅發展藍圖，以策劃55項青年交流活動，首次佈局國際版圖，打造2項「一帶一路」主題項目，組織青年遠赴哈薩克、馬來西亞參訪，預計全年惠及青年超3000人次。同時升級動力啟航計劃，於寒暑假提供300個覆蓋金融、科技、醫療等領域嘅高質量實習崗位，助力青年喺灣區發展嘅浪潮中綻放青春光彩。